孕妇怀胎10月需承受掉发、水肿、行动不便等问题，产前担心胎儿，产后还要承受伤口剧烈疼痛，因此圈内有不少男星不舍妻子历经生产痛苦，自愿进行结扎手术。例如陶晶莹的老公李李仁有着超暖想法，跟老婆生过2个孩子的痛比起来，我的痛不算什么。李李仁和陶晶莹育有1对儿女。陶晶莹怀第2胎儿子的时候，曾2度出血，最后儿子平安出世。但李李仁为了不再让妻子经历这种痛苦与危险，决定进行结扎手术。当时等在手术室外头的老婆仍忍不住哭红双眼。动完刀后，一度痛到无法走路，但他想起妻子经历的惨痛，他认为这种根本不算什么。佑胜在妻子生下1对儿女后坦言，不愿再让老婆这么辛苦，也不想再让爱人进行任何手术，决定由自己来做结扎。他当时分享结扎后的心得，老婆看他的眼神都改变了，他简直把我当成民族英雄还是世纪神人。他表示，这段过程就像求婚或陪生产一样，那不只纯粹是外人认为好男人的行为，而是会在太太的心目中成为一段真心感激并且永难忘怀的回忆。浩子，谢信浩，2011年结婚。他透露，妻子生下第1胎隔天，他正好要飞往雪梨工作，但向来报喜不报忧的老婆却无预警崩溃了。只有那一次，他传他自己在哭的照片。浩子还描到照片一角有一颗小小的红色药丸，那是拿来吃子宫收缩的药，顿时感到很愧疚。我就觉得自己好坏，隔了1年多，迎来2宝后，隔天就立刻结扎了。孙乐欣和钟欣怡育有1对儿女，陪老婆进了2次产房，不舍妻子产后因麻醉药副作用不断发抖，加上夫妻俩都觉得2个小孩刚刚好，他决定悄悄去动结扎手术。我觉得男人真的是很没种，碰到要动刀这种事情，女人划那么1刀都没事了，我们扎个洞，紧张个屁啊，很丢脸。手术顺利结束，孙乐欣透露其实没有外界所说的疼痛，他也表示男人不是害怕动手术，而是觉得丧失生育能力，就有种不如他人的感觉，真的是心理上很大一个障碍。但就他而言，当下转念一想，这其实是给伴侣一份安全感。把我的心思全部放在这件事情上面的时候，我就不会那么的在意。Paul 是家中独子，老婆咪咪连续2胎都是，为了不要让妻子有传宗接代的压力，他坦言要去结扎，即使有些亲戚已经讲到很难听的话，如果就这样结扎的话，这一代就会在你这边绝后。他依然铁了心要去动刀，我跟他的家才叫家，其他什么断后什么的，我们还有2个很可爱的，这样就够了。意志坚决的 Paul 表示，如果没这么做的话，永远都会给家人希望，亲戚也会不断要老婆再生。最让他生气的是，有些亲戚连断后这种话都出来了，我真的气到就想说关你屁事。他毅然在去年8月完成手术，希望就此断绝所有闲言闲语。实习编辑斜线郑雨辰。